伫咧武汉肺炎期间呢，美国用薪水甲护理人员留调的。即马疫情稳定啊，真侪护理人员因为压力伤过大，或者是拢要来提早退休，也有一寡人是改道去啊。不过，这美国即马有一种 App， 会当互这护理人员随时登记来做线工，暂时解决这欠人的问题。不过，有专家认为，讲这款做线工的形态呢，照顾病人的品质同款会变败。甲 App 开开，就会当看到详细工作地点、时间甲薪水的算法，互护理师接 case 做线工，补偿美国目前护理人力欠缺的问题。根据美国国家护理委员会统计，因为新冠疫情，差不多有10万的护理师离开病院。到2027年，还会有超过61万的护理人员因为压力伤大、伤忝，或者是选择退休离开这个工作。What we're experiencing currently as a workforce staffing crisis in healthcare, where we are losing a lot of professionals working in the field. I have worked as little as 1 day a week, or sometimes depending on what's going on in my life. 工作时间佫较有春秋，薪水要至少加3成，或者侪护理师倾向这款的工作方式。美国纽特西州的一间急诊甲长期护理病院，就透过这款的平台，互护理师接工课。这间病院的执行长讲，这款的工作模式补偿80%护理人力的问题。Since our inception in 2015, we have actually filled almost 500,000 shifts. We saw the biggest jump in shift fulfillment in 2021, and that has leveled off a little bit, but we still continue to fill, over 100,000 shifts a year. 愈来愈侪护理师采用做线工的方式来做工课。美国护士联合会警告，这款的工作方式可能会影响照顾病人的品质。比如讲，若常常要入来大量的患者，现场无够业的护理师来面对紧急的状况，对迄当阵的工作环境无够熟手，致使临时的护理师无法度随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，这些拢是可能要思考的问题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辑。